大家好，我是林忠兴，刷了爱，请收看《报道高阿丁》。新尊是人家伊心目中新的模样，用世间食款的物件所表现出来的。插头、土甲石头，拢是君接用的材料。毋过你可能毋捌想过，一张普通薄薄的纸，煞嘛会当做各种立体形态的新尊。毋通就是讲这是真罕哩款，其实拄汉人开垦台湾到今，咱身躯边都有真侪新尊，拢是用纸做的。这些感觉毛祖婆哦，就是较早咱的祖先要来台湾做生意，在地咧拜这神明，啊，再到台湾就是接触做生意人，家己咧拜拜安尼。差不多40-50年前哦，包括我迄嘛是少年家啦，大家讲哦，毛祖孙定坐咱厝内哦，无咱经出来哦，各头了解，是去弄牌在上，哇，那是做啊无嘛，毋知大家嘛是讲神明拜拜是差的。因为阮神庙起开了，阮就爱有新尊较大尊来坐伫后殿嘛。哦，所以阵较伊甲清洗，讲看是要装啥物款的神明安尼。结果阮一直补拢补无批啊。落尾较甲问伊讲，伊要用纸塑的神明，李府千岁新国夫人祝寿娘娘甲福地进行4尊拢是纸塑的。无论是依早对祖先渡海来台湾的新尊，也是200多年了后，新明指定用伊来做金身。伫咧台湾，一寡照起工无偷食步的台湾传统工艺，已经强要消失去。今仔日，就互咱来听这寡纸做的新尊，要甲咱讲什么款的故事。有一句俗语伫咧讲哦，满山树，毋是师傅厝无牛。这个意思是咧讲啥物？是讲这个满山的树哦，毋是逐丛树拢适合摕来做起厝的牛条啦。有迄个有经验的师傅哦，才知影内底眉眉角角伫咧啥物所在吼。其实伫咱以早台湾社会吼，拢靠这有专业、有经验的这师傅哦，因为因至少吼爱学3到4个月至少哦，3到4个月才会当出师吼。所以讲这个技术有一个基础了后，才会当开始来做事啦。包括咱今日要讲的这个主题吼，就是这个纸做的神像嘛，讲神尊吼。这嘛是需要专业的师傅才做会出来哦。所以讲吼，咱对这方面的了解会较少，咱今日就来特别来介绍。咱欢迎到咱的来宾，魏俊邦雕刻社的魏介民师傅。嗨，你好，大家好。师傅啊，咱拄则伫咧这个美食内面吼，有看到讲这个鹿港感交会因的会长吼咧讲吼因咧做生意咧做柑仔店的生意的时阵咧摆迄个戏嘛吼，迄就是纸做的。对，古早来讲吼，新香其实上介早就是用纸。上早是用纸。因为较早的时阵，新香是无形体，只有敢若一张纸，顶头写神明的名称。伊的意思是讲用纸来代表对，写伫顶。写一个名称伫顶悬。即摆卖过来的时阵，慢慢较变成伊有一个形体出来，那较做成一个形象的形体出来。无你看我即摆摆即阵都是纸做的吼，这我唔知影咧有啥物差别啊？其实伊若单看伊的外表，你完全是看袂出来。你看伊表面纸做的物件，伊的表面的美角就无遐尼来。是。若是木雕的形象，伊的美角就较来。相当用纸。这其实古早吼，伊有一个摆列啦。就是一纸二图三叉四绘，伊有一个摆咧落来。因为用纸伊是第一坎，啥伊要用纸？因为第一坎就是讲，伊的心灵，伊会足紧来咱进入这个咱的形象内底。为什么咧？伊这个形象做好时，伊这个心位，伊的心灵足紧来咱入去形象内底。所以足侪人伊会感觉讲，咱这摆第一坎用纸来做，伊的效果会较好，行为较强。所以大家较会考虑用纸来做，安尼。以早你若看到古早人的金身拢世界神啊，足古锥的世界神啊，迄就是拢有诶为大陆请过来。因为伊个较早的茶可能无像即马遮尔济，遮尔好运搬。因为讲要搬迄茶真重，迄土的佫惊伊会闭开安怎所以讲用纸较方便，是这个意思嘛？其实你讲的这拢有，有吼，其实拢有，因为你若为登山过来台湾，因为
路途也太远是嘞，坐船啊爱坐足久嘛，嘿，所以无可能炸足重的物件。啊，有可能伊嘛会炸茶的，嘛有可能炸土的，嘛有可能炸纸的。只是讲看个人，伊想要炸倒是新生命。毋过纸的来讲，可能有嘛足济，因为伊最主要伊轻，袂影响到你个人的体重，是迄个重量。纸的物件毋是上惊水，纸的本身伊还未做好，伊是惊水的。是。毋过伊等下拢做好的时，伊就是袂惊水。哦，伊内底一丁一丁出来，伊拢有做防水的迄个结构伫内底。是。所以伊会加，无可能一般的水可能就甲互伊变歹去啊，是安怎？基本上是袂安尼。其实讲到纸吼，我心内吼有可能就是民间迄个生活啦吼，久啊以后都有心肝头有一个怪怪的想法，就是想啊，迄纸的形象啊，咱会去想到阴的，会去想到普渡吼，迄普渡拢有迄纸人啊，然后迄松树嘛，嘛迄个金童玉女啊，拢伫咧边仔拢纸糊的。啊，我若想讲，哎呦，迄是纸糊的物件啊，毋是刷了嘛，这代志刷了，就给挥化啊，给消化掉嘛。啊，若想讲啊，纸糊是毋是拢甲阴的有关的？我就想袂到讲原来即个用的吼，咱即个新尊其实嘛有真侪纸啊，甲咱造就遐个纸人啊，吼，纸形象，啊，甲咱放伫迄个寺庙顶悬，迄个神明用纸做的，啊，这有啥物款的差别？一般神明留咧火化的纸的金身，和拜拜的金身是完全无共款。无共款，完全无共款。做法无共，毋过内底的材料有小可要共。是。哦，因为你若是火化的物件，伊就是做法较简单。毋过伊的内底最主要的物件拢是竹啊，和纸迄个组合落去做起来。哦，安尼啊，咱的纸的金身就无共款啦。纸的金身伊有纸，有竹啊，有水膠。有内底有石粉，有黏剂，有一寡无共款的成分伫内底，所以伊的做法无共，啊用的物件嘛无共款。我面头前啊，或者这人面啊，我感觉像讲布袋戏红啊，迄个红啊头，这就是纸糊的，纸做的，毋是糊的吼。啊，这款伊到底一般的纸敢做会出来，还是讲伊还有啥物特殊的纸？这是一般因咧做先民老咧火化用的纸面具啊，伊其实这是用模啊来印出来。哦，啊，伊这个纸就是种金纸，厚的金纸，鎳金迄种类的纸，落去做起来。因为这就是用印的，因为大量生产嘛，所以就是用安尼来做出来。哦，咱现场都接到有啦吼，妈祖婆啦吼，啊，千里眼顺风耳，我想讲安尼足重要嘛，我袂去想到讲伊是茶刻的啦、泥塑的啦，还是讲纸做的。所以你若无甲我讲，我毋知影讲原来这三尊拢是。拢做落去做，我相信观众朋友应该即摆听到嘛，惊一惊吼。使你甲阮教者，啊，到底安怎看会出来伊是纸？基本上你若是看伊的造型吼，你若是茶刻的项土做的，伊无法度做甲像伊安尼手啦，项迄个椅仔的部分吼，袂当做了遐尼啊开，伊的空间就是会当一直做出来。哦，因为茶咱有固定的形体，固定的迄个大小伫遐，纸咱会当一直啊延伸出去。哦，所以伊做起来看起来较灵活。我知影意思啊，咱现场即阵妈祖来比例啦吼，伊像讲后壁伊迄椅啊，啊甲头前迄个座，其实拢是一体，拢做落去做，拢做落去做，啊伊是甲妈祖迄个金身是连做。我即阵就是做分开的。哦，做分开，伊会当分开嘛？会当分开，袂当连做。因为你头拄讲到迄个较开、较活、较麻迄个意思。较开较活就是迄个领头的部分，哦，领头部分我当做天足开。啊，哦，安尼啊茶伊就是固定伫迄个跨度。我了解。你若要做足现。你金身也有够宽，是，所以变成讲，伊固定的空间，伊无法度甲遐个头壳做好处理，伊敢咱固定伫迄个空间内底做咧，是，敢咱做下当安尼甲做延伸出来，啊，互伊较开的，看起来较好看。这两尊呢，我都看无啊，到底是纸还是茶的？茶的部分吼，因为伊本身伊这美角就特别较明啊，你去看伊的刻的所在。你若无路过，伊表面有迄个雕刻道路。哦，是。纸的看较袂出来。纸的无。较无，伊的迄个感觉就跟茶无共款。这张这是咧讲什么故事？这就是红印大前设计城。哦，这是较早阮爸爸做互人客。哦，伊其实古早即个物件，这是艺哥咧用的刀啊。这是艺哥。其实古早因就是拢做这种景。一景一景，哦，有的是做八仙，哦，啊，有的做三阳开泰，一幕一幕有一个故事，
一直甲装咧即个车的四周围内底，啊车顶环嘛是坐人，吼啊表示一个景安尼，哦像西游记啦，还是白沙端，哦伊咧拢有一个故事，啊伊这边啊就是拢放伫个车的周围。这个形态啊，这个形要做，其实插落去刻吼，可能较费时间，啊嘛无讲就讲会通做到遮尔油啦，吼，爱费工啦。对。但是用纸迄个变讲吼，伊来做的时阵，迄个规个形态啦，各方面啊，会当想到讲啊，你想到安怎做的时阵，你会当按照师傅你的想法设想落去设计啊。像这张啦吼，这关老爷吼，关公啊，我看迄有差别的吼，一个有摕一本册。看春秋，看春秋啊！这个这位，那个手，嘿，手咧放伫迄衫内底啊，这有啥物差别？这其实这就是较属于纹身的造型。哦，关公伊这坐的就是这个造型，就是属于较纹身的。是啊。看册伊有看了正甲，坐看了正甲。啊，对。这个算文武甲。哦，文武甲。这两种的差别。过来就是讲，这个内底你看，其实伊这是先纸还是先涂的？啊？纸会甲涂的？对，不过你详细看，伊的美角真正就小可有无同款的所在。我知，你头拄有甲我教，你讲看这个刻的所在，对，是不是？哦，小可这有小可有迄刻的迄个痕迹伫，对，我伫吼。啊，纸的都较平，啊嘛较幼。对。哦，这阵是纸的，这阵是涂的。对。吼，安尼有较无共款的迄个形态。啊，其实迄面拢共款。面型啊拢共面。对。啊，这个要做进前吼，是毋是爱先有一个导样对吧？基本这个身上的造型吼，一般的咱拢会先画一个画一个图样，画一个图样。这就是比如讲人客伊想要做安怎，咱会先彩图会看。哦，伊看了会使，咱较开始落去做。是。嘿。人是听啥的？基本上咱这身上拢有一个固定的形体。伊嘛袂差足济啦，所以咱就是甲伊正常的迄形体，啊看倒有要做啥物小可的变化，较来画图来做比较。是。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济，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郑成功是出世伫日本吼，迄个九州足西边，迄个一个所在做兵库啦。伊主要伫台南，但是个传说吼，颠倒中部、北部较济啦吼。都有龟山嘛，有蛇山啦吼，所以规台湾洗透透，叫迄个 AI 捕下去掠鱼啊，掠啥物无啊？郑成功讲袂使讲无讲，卖说无啦，就变做马萨巴啊。1885年府城教会报正式讲是咱台湾吼第一份的报纸。伊即用迄个罗马字来写，台湾府城教会报。你要入来台湾吼，台湾总统府甲你缀一个讲禁止。相当用纸。这其实古早吼，伊有一个排列啦，就是一纸二图三查四会。使你若无甲我讲，我唔知影讲原来这三阵拢纸落去做。伊这就是较属于纹身的关公，看册又看了正甲，算文武甲。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高阿丁。一开始看就是迄个图样嘛，吼，先画一个图，图样，图样是这纸啊，纸图啊，安怎将这个纸吼，变做是立体的这个形体，安尼这个过程。一开始的时阵吼，咱这个纸个画起来了，咱就是按照纸的形体，用玻璃龙。玻璃龙来刻这个形体出来。所以先用一个玻璃龙，甲规个迄个纸形先甲变立体。这是较新的方法。古早有另外一个方法。是。古早因为无玻璃龙，所以伊是用泥塑的土来做。先落去。捏迄个形体。捏一个形体安尼。其实迄个方法叫做脱胎。脱胎。迄嘛是一个古早的方式。只是讲咱即马有新的材料，用这个方法。就是玻璃龙刻好的时，表面开始打纸，像安尼一张一张。我来先伫表面，甲擦这个黏剂，是，伊个黏剂擦去了，甲打去。我知。伊一个所在爱打几啊十点以上，伊较法度保持迄个强度。像啊，你头仔咧讲，伊个风水就是因为安尼。伊打愈侪点，伊个风水效果伊会愈好。一个所在拢打好几十点以上，来较开始高价的
纸浆的土，好，哦，这纸浆的土过去了，啊，等伊搭，等伊搭，嘿，啊，差不多要偌久才搭？一般一般过去差不多一日左右，才会完全搭。哦，搭下了，迄夹倒下落去刻伊，小可刻伊形体出来，好是好刻是，伊形体内下落去磨，嗯，哦，磨了先内下插粉土，昏头，粉土就是像车迄个拍底共款意思，哦，迄是一个保护是顶，，啊，你的玻璃拢搁伫内底啊？嘿，配拢迄阵才搁伫内底，啊，即摆规个拢刻好收好，补土嘛拢补好啊，嗯，内较围下底，啊，甲迄玻璃拢倒金蕉水入去，甲用掉，是啊，连我想讲啊，你讲骗讲哦，拢纸其实内底有玻璃拢毋是，是到落尾你有甲用去，用掉，嘿，用掉，啊，过来到尾入神的时阵，咱就是为遮挖一坑。啊，哦，这底拢甲做起来了，拢封死啊，来入七八项啊，这挖些线这物件入无了，就规个拢做好起来。嗯，哦，到上解尾啊，就是来做开工的这个部分。哦，哦，开工就是完成啊。在材料的来源啊，像讲这拢有一寡粉啊，尤其是这啦。我看这我拢唔知影讲，我掠做是糖的，我若是我，系啊，就是个红糖啊，我若甲把爱学成乌糖，爱学成迄个钙白粉，哦，啊，这个物件咱就是安那用，安那使用。基本上这吼，这种就是咱咧讲的蚵仔壳的粉。啊，是。哦，这蚵仔壳的磨粉，哦哦，这等者就是透伫这个内底。哦，迄已经透好啊。哎，这透好啊。啊，这就是动物胶。哦，这动物胶其实看做成红糖。是啊。啊，伊咧加水落会加融化，嗯啊，那个透咧这个内底。嗯。这嘛是共款拢透伫内底，这就是黏香。这古早咧做香的材料。黏香迄黏香。做香的材料。啊，这个部分这就是人咧讲叫做石粉。石粉。石粉这是咱就是要增加伊的迄个坚固性，哦，伊的定度较好。是。哎。啊，咱毋是用纸落去糊嘛？啊，迄安尼一糊，迄是要创啥？这就是共款拢是纸的材料。哦，纸的材料。咱看到迄现场迄阵关圣帝君啊吼，就是迄还未完成吼。啊，像我你会使你安尼做这食安尼一阵吼，自开始莫讲拍图啦吼，就是讲你开始去制作到完成吼，安尼大概上少爱偌济时间？基本上这一身金身咧做吼，3个月至2个月。3个月。歹天我就袂去搁继续甲做。吼，咱即阵这差不多细阵啊，你对开始画图到完成安尼爱偌久？细阵咧差不多一个月。一个月就好啊。啊，若大身咧就爱好3、4个月。哎，对。啊，你做过上久的是偌久？上久的应该半当以上嘛，半当以上。大尊呢？7、8尺悬。哦，啊，伫倒？伫马来西亚。伫马来西亚。啊，听讲高雄遐你阁有迄个一个一面是有3尊。高雄遐是飞鸿宫。嘿，飞鸿宫。飞鸿宫伊个就是较早阮爸爸迄个庙里因有去跋杯，哦，伊就是要做纸身上的。是。啊，迄阵啊，因找足久，开始找着阮爸爸。啊，阮较来做即个，甲飞鸿宫做即个定点的金身，哦，全部拢是用纸来做。是。所以这若做难的咧。你看这姿势这形态，啊，若毋是用纸的吼，要用茶去刻，可能讲真困难。哦，啊，来用涂落去塑啊，可能讲嘛是爱有一寡搁较费工，啊，但是用纸的这有啥物较无共款的所在？即身亏身较大吼，伊用纸来做，伊的困难度足困难的所在伫即个所在。啊？看起来就简单啊！你怎样看？伊只是一脚徛伫伊的头壳顶悬，其他的部分，即2条腰带去做伊的支撑点啊，所以伊即身的构造足困难做，而且伊要做啊遮尔跨面，除了纸，其他的材料无法度做甲安尼，就算用土要做甲安尼嘛足困难。有真侪物件，迄美角就是直接，毋是讲吼咱处在的问题，啊，佮看讲咱爱迄个形态，哦，咱的需求较重要啦。万不伊啦，吼，我今日若去，可比讲去洗景啦，吼，去撩景的时阵，啊，我甲请出去。啊，到落尾落雨啊，啊，迄规个身尊敢会扬去啊，是讲会是湿去，啊，这要安怎甲用啊？基本上咱的金身吼，一般做好的时阵啊，基本上伊表面有一层简单的风水啦，哦，迄层风水就是讲，一般的雨水是袂去伤害着。哦，这厉害。哦，因为金身你也无可能请压雨啦，这是足重要的所在啊。是。所以伊的表面就是有一层简单的风水。其实内底是无有风水。不过你无可能把生命摕去浸水嘛。哦，这是足基本的嘛。哦，所以落雨天基本上以即马来讲，处理老热灯，伊拢会准备塑胶袋啊。哦，是。真正不得已就甲盖塑胶袋啊，甲保护。平常是保养的。平常伊保养就是甲伊保持表面的清气。哦，啊，有的人是会甲漆油，
漆油，漆糖油啦、漆地油啊，拢有人咧用这个方法甲保护，啊，伊迄个表面较坚固的，是，啊，互伊迄个表面袂讲雕伤侪垃圾的。当时想讲啊，甲新村新民讲者，后尾即摆要甲你清炖清气安尼，啊，就想讲啊，用一寡水落去甲小切起来会当。基本上咱的金樽若是要甲整理，就是先爱点样甲讲嘛，是，经济好时好日，过来讲表面咱就举阳门的清啊，阳门的清啊，表面甲清互清气。你讲用水其实是袂使用水啦，啊，毋过不得已的状况下，真正有垃圾用水，毋过你爱转啊做大，转啊完全无啥物水分，靠遐小块的水气，甲伊表面垃圾切清气就好。啊，毋过嘛袂使切上大个。是。因为伊表面氨金，氨金就是金箔啊，本来就做薄，伊袂堪要滤掉，滤掉就是有迄个磨损啦。你要用纸落去做进前，你讲有啥物款的仪式啊？一真新面要做进前，就是讲像头仔咱咧讲的，先制度，制度了，就是看啥物时间要甲动工开补。开补意思就是像咱动土意思共款。是。动土只是讲伊也签啊，土签。阮开补就是用纸，啊，共款用宝头去甲动这张纸。以纸来讲，用纸去甲动；茶咱就用茶去甲剁，剁三个。咱这就是开补的仪式伫遮。是。做到中方的部分的时，伊有一个入神的仪式。入神就是为脚底片乌空。啊，基本上伊入的物件就是七宝，金银铜铁石生玉，这有7种物件。过来就是香火，啊来就是五色线，啊有的5谷。是。毋过大家主家无一定啦，因为伊要入的物件无一定像你想安尼，有的入虎头芳，有的入夜工，入外物拢有。啊我哪捌做过。所以我即马听到我才知影讲。所以新村这体内吼，咱讲体内嘛吼，伊这个形体内底，有这物件。基本上这有一个古早的流传的一个风俗啦，比如讲七宝，就是代表咱的人的3分7魄的意思。3只虎头芳就是3分7魄，是，7就是七宝，就是借这物件的力，入去这个身上内底。伊有即个心灵的咱发挥，基本上是用这个物件来去甲入，安尼。是。我了准讲，若是茶，就是一块茶尔，啊，煞咧，来做完成啊，完满啊咧。完满成伊来就是一个开工的仪式。开工伊个共款就是有的是请法师，是。有的是主家也调人去找一寡对这个神明较厉害，伊有插这个代志的人去处理这个开工的问题。是。开工有一个行啊，笔。是。像讲即个传统的技术啦，吼，即款技艺啦、技工吼，拢是你的老爸传互你的。对对。啊，咱知影讲老爸是讲是应该是国宝啦，吼，国宝以早拢对这物件拢艺术拢真了解吼。啊，你在传承的过程中间，你在学艺的过程吼，你有啥物款的一寡较特殊的，吼，你记忆较深的一寡经验无？其实阮厝邻是3代啦。3代。从阮阿公就咧做神明啊。是。啊，我的头壳。同阮阿公、和阮爸爸比，我是较无遐好啦。毋过咱就是五啊学，乖乖啊做。因为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天才其实占3分尔啦。有啊。其实爱拍拼是7分啦。做这个工作来讲，你认真，你就是学出你家己的一种开口行列。物件的造型会可能较无共款。未来嘛，望着讲吼，咱会当将这个宝贵吼留伫咱台湾的这个传统的工艺，会当继续传落去。当然啦，观众朋友啦，听讲吼，咱今日咧介绍才知影讲吼，原来纸做的新名新尊啊，会当做甲亲像敢若平常时看的共款，其实。应该讲吼，咱平常时看到可能有真侪都是用纸来去做的啊，同款庄严，同款好看。所以有影吼，人搁咧讲吼，满山树毋是师傅出无牛，实在是有道理的。要做一个师傅，毋是遐尼简单的吼，要传承这个工艺嘛是真无简单，嘛真感恩着师弟一直咧坚持吼。未来嘛，望着讲会当继续传承落去。